喂，各位同學大家好啊，歡迎嚟到圓月教育。荀子喺勸學第一句就話：學不可以已，求學係一場終身嘅修行。今日呢段影片，圓月唔單止會帶大家讀通必考嘅重點語義，更加會傳授一套萬能嘅答題 key 俾你應用到所有嘅題目，步向心智澄明嘅君子境界啊！吓。喺正式進入課文之前，我哋要先用15秒理解荀子嘅執着。佢主張人性本惡，認為人天生嘅慾望如果唔加以節制嘅話，係會導致混亂㗎。正因為天性有缺陷，後天嘅努力先至顯得至關重要。呢個亦都係荀子之所以強調重視學習嘅根本原因。咁就引出咗本文嘅核心主旨，確立學不可以已嘅論點。學習唔只係讀書，佢係轉化本性、彌補天生不足、極大化個人效能嘅必經之路。呢3個學習好處就係萬能 key 之一。後續說明答題技巧嗰陣時會再詳細說明，可以有個畫面感先啦吓。透過後天嘅努力，我哋先可以邁向心智澄明、智慧不犯錯嘅君子境界。呢個就係第4個好處啦。咁就唔小心講咗勸學中心內容嘅2/3咯。而家我哋正式進入第一段。第一段嘅主題就係學習意義，一定要記住第一段就係講學習意義，因為其實佢就係分第一段、第2段同第3段嘅啫。第一段學習意義。圓月會先逐句拆解當中嘅必考語義。首先，好似啱啱咁樣講，荀子開篇即話：君子曰，學不可以已。意思就係話，君子話求學係唔可以停止嘅。呢度嘅已意思就係停止，係 DSE 考解釋字詞嘅常客嚟嘅，大家一定要 mark 低佢，作 notes highlight 佢啊吓。跟住嗰2句都非常經典，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語譯就係靛青呢一種顏色係由藍草提煉出嚟嘅，卻比藍草更青。冰係由水凝結而成嘅，卻比水更凍。呢一度就係運用咗對偶修辭，大家可以留意當中嘅於字。第一個於係從嘅意思，第二個於佢係比嘅意思。而青呢，第一個字係名詞，第二個字係形容詞嚟嘅。咁呢一啲嘅詞性變換啦，喺 DSE 語譯都可以留意啦。咁隨後就係關於木材嘅比喻啦。木積中成，又以為輪，其曲縱規，雖有告報，不復挺者，由使之言也。意思就係話木材挺直到合於個縱，就係合於啦。成物嘅標準，呢啲木材經過火烤加工製成車輛。因為好多同學都唔明究竟真實情況係點樣啦，所以揾咗個小小嘅例子。火烤完係真係可以變攣噶，佢彎曲嘅程度就合乎於圓規嘅標準，即使再度暴曬都唔會回復挺直。呢個就係火烤造成嘅結果啦。再嚟咯，所以你見到游緊啦、游完啦，係真係不會回復挺直噶。當中嘅縱啊，係啦，讀音就係個縱啊，縱啊係合乎嘅意思。游通游係指用火烘烤，然後告報就即係枯竭同埋暴曬。咁呢一句就係強調咗學習對天性嘅改變係持久而且不可逆轉嘅。最後一句總結話咯，今就例則利，君子博學而日三省乎己，則自明而行無過矣。語譯就係，所以木材經過物線校正後就能變直，金屬製嘅刀劍靠近磨刀石琢磨就能變得鋒利。君子廣泛學習不同知識，而且每日多次再三反省自身言行，
就能智慧高明，行為就會無過失啦。呢度嘅木秀成同埋金就利，亦都係精準嘅對偶。秀係指經過，就係指靠近。三呢？三係食咗數目字三嘅呢個音，係再三多次嘅意思。係古代嘅三唔係真係解一二三個三，係解幾次啦。省係反省檢查，智呢個字係通智慧個智。呢幾個字詞嘅解釋係必背嘅得分位嚟嘅。講完語譯，要嚟睇最重要呢條片最想講嘅萬能答題 key 啦。呢一段嘅段子開門見山確立咗學不可以移嘅中心論點，透過一系列呢一句金句可以記一記，令到你更加容易記得勸學究竟有啲咩比喻嘅。第一段就係金木水火清啦，金木水火清，第一段就係有呢5個形象化嘅比喻，寫低佢啊吓。論證後天學習嘅意義係為咗改變天性，第一個 point。第二個 point， 並彌補能力嘅不足。學習方法有啲乜嘢啊？就係強調廣博學習同埋要每天自省嘅，最終嘅目標就係達到有智慧同埋行為不犯錯嘅完善君子人格啦。大家留意翻呢啲要你寫低作低嘅句子，就係啲關鍵詞，要試下諗下使唔使攝入去問題入面嘅。咁不如直接嚟一嚟實戰嘅環節啦。喺面對比喻論證呢一類型嘅題目，我哋點樣先可以活用到啱啱講嘅萬能 key 呢？咁圓月建議大家啦，都係記翻金木水火清嘅比喻。當考試問到呢一段嘅學習意義入面嘅比喻想帶出咩嘅深層意義呢？咁我哋咧就可以遵從翻一個簡單易明嘅答題公式啦。首先第一個 point， 俾翻準確嘅語譯先，跟住就係清晰咁樣拆解翻喻體同埋本體，一定要再扣緊翻學習可以改變天性嘅呢一個核心。咁首先我哋以青出於藍同埋冰寒於水為例啊，呢一度嘅喻體就係電青同埋冰，比原物嘅藍草同埋水係更加出色嘅。咁對應到本體，我哋就係要講翻人係透過學習後天嘅勞力先可以超越先天嘅本性。咁呢度有個細緻嘅對應關係，就係後天嘅勞力就係對應住電青同埋冰，而先天嘅本性就係對應住藍草同埋水。只要達到呢個作用，係關於學習點樣改變天性嘅，分數就可以穩握手中噶啦。至於由木為輪，喻體就係木材經火烤加工變彎之後就唔會再變直啦。咁本體呢？本體就係指人經過學習後嘅品德定型。咁所以你都係見到同樣都係圍住我哋呢個萬能 key 學習可以改變天性嘅，唔再變直就係對應住品德定型。留意翻呢度亦都會多咗一個可以留意，亦都係好多同學會 miss 嘅 point， 就係個持久性嘅問題，因為唔再變直啦嘛，咁所以就 fix 咗噶啦。最後睇木同金咯，木秀成同埋金就利呢一組嘅比喻嘅喻體係墨線校正咗木材，同埋磨刀石磨利咗刀劍。對應嘅本體就係禮法規範同埋自我反省，可以糾正人嘅行為。呢度嘅對應關係都非常精準嘅。墨線同磨刀石就係對應住禮法規範同埋自省，而變直同埋變利就係對應住糾正行為偏差。咁呢一套萬能 key 嘅層次咧，就係從改變天性咧，再進一步升華到去完善君子人格啦。咁其實都 match 翻我哋嘅主旨啦，就係最終可以成為一個智慧明達而且不犯錯嘅君子啦。
咁掌握咗呢一套萬能 key，即係個斷意啦，同埋比喻論證嘅拆解方法，咁啊即係揾翻本體同埋喻體啦。咁其實第一段嘅題目咧，應該都難唔到你哋噶啦。咁所以接下來咯，我哋就要入去第二段，睇下學習點樣作為愛物嚟發揮更強大嘅作用啦。如果話第一段嘅主題係學習意義，咁第二段嘅核心就係學習嘅作用。荀子喺呢一度話俾大家聽，學習就好似個槓桿咁樣，可以幫你撬起原本單憑己力無法達到嘅成就啦。我哋先睇呢一段必考嘅語譯同埋詞語，呢一段嘅動作描寫好多，大家要特別留意啲對比。荀子先感嘆：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企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語譯就係我曾經整日深思，卻不如片刻即係短暫嘅時間學習收穫嘅多。我曾經趷起腳踭，向遠方眺望，不如登上高處睇得廣闊。呢度嘅須臾成日都會考嘅須臾就係指片刻，片刻就即係短暫嘅時間啦。企就即係掂起個腳尖，係字詞解釋嘅重點。咁呢一句咧就係運用咗對偶嘅。咁好快提一提大家啦，仲記唔記得對偶嘅好處係啲乜嘢啊？係增加語言嘅美感，提升文章嘅節奏啦。咁 DSE 一問到嘅，一定要寫翻佢出嚟嘅。跟住係幾個生動嘅比喻：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意思就係登上高處招手，手臂並冇加長噶，但遠處嘅人都可以睇得到啦。順住風咁樣呼喊，聲音冇加強，但係聽嘅人卻聽得好清楚。呢度嘅疾係指強勁，彰係指清楚，呢兩個字都係 DSE 語譯入面成日出現嘅。跟住就係呢一段嘅重頭戲啦，更加直接強調咗工具嘅運用。假與馬者，非離足也，而至千里；假舟接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意思就係借助車馬嘅人，並非腳力好啊，卻可以達千里之外啦。借助船隻嘅人，唔係話擅長游水，卻能橫渡江河啦。呢度嘅假係借助。假借嗰個借啊，利足係腳力好，利就即係便利啊、敏捷啊。能水就即係擅長游水，能係擅長，水係游水。絕呢個字就成日都會考噶啦，絕就即係橫渡啦。咁呢一句嘅對偶就完美解釋咗學習係可以令你事半功倍嘅。最後荀子總結話：君子非生義也，善解於物也。語譯就係君子嘅天性同常人其實冇唔同噶，只係佢哋善於借助後天嘅外物啫。咁呢度嘅生就通性、本性、天性嘅性，物係指外物，外物即係乜嘢意思啊？嗱，係呢一段嘅主旨嚟噶吓，即係一陣萬能 Q 會講噶。個物就即係講學習啦。咁所以去到萬能 Q 嘅部分，呢一段係講學習嘅作用，第二段係講作用，第一段係意義，第二段就係作用啦。核心在於善解於物呢四個字，透過呢一系列嘅生活化嘅比喻啦，強調君子同常人本性並無異志，即係都係一樣一個本性。人點解會做到君子？就係因為佢哋會借助後天嘅學習，學習即係咩？即係個外物啊吓，又係呢一個好處咯。第一段都係咁出現噶咯，彌補先天能力嘅不足啦。唔係淨係呢兩段啦，第三段最後嗰段都會係咁出現噶吓。從而有第二個新嘅好處啦，從而極大化個人效能啦。
去到實戰嘅環節，第二段除咗比喻論證，仲多咗 DSE 好中意考嘅類比論證同埋對比論證嘅。首先係對比論證，荀子係用咗終日而思對比須臾之學，用企而望去對比登高博儉，用順風而呼對徒勞疾呼，用賈與馬同埋賈周接去對步行同埋游水嘅。咁呢度最重要嘅 key 就係唔借助外物，即係單憑個人記憶啦。咁所以你見到呢啲框住嘅都係唔借助外物所導致嘅局限，而對比翻借助外物，即係借助學習啦嘅廣闊啦。咁透過呢一個強烈嘅反差，凸顯翻學習係有效彌補天生嘅不足，從而極大化個人效能嘅。咁亦都係呢一段嘅段子，即係我哋嘅萬能 key 啦。咁呢一啲對比論證嘅好處啊，比喻論證嘅好處啊，唔該唔記得嘅一定要幫我留意啦，因為 DSE 考試成日都會問翻個好處嘅。跟住就係大家最需要 mark 低嘅類比論證啦。圓月想教大家一個公式，唔知類比意思嘅同學一定要間低佢，就係已知常理推到去推論嘅道理啦。例子，假設 DSE 咁樣問你，作者以賈與馬者同埋賈周接者為例，皆在說明什麼道理啊？是分析其論證邏輯啦。遇到呢一啲題目，我哋就可以運用翻我哋嘅萬能 key 去組織一個滿分嘅答案。首先都係要語譯翻先啦，然後就係講翻佢代表生活中嘅已知常理，即係既然平凡人只要懂得借用工具就可以突破體能嘅限制，可以達到千里之外同埋橫渡江河嘅。咁跟住第三個，我哋就係用翻類比嘅手法推論出深層嘅道理啦。咁個深層道理就係乜嘢啊？就係去翻我哋嘅萬能 key 啦。君子只要借由學習呢件事咁樣，即係呢個外物啦，同樣可以兩個好處，邊兩個好處話？自己去諗一諗先，邊兩個？就係彌補先天嘅能力不足，從而極大化個人效能啦。另外喺比喻論證方面，無論係順風而疾定係登高而招，對應嘅關係都係非常準確嘅。高處風、車馬、舟船呢啲全部都係學習，就係外物啦。咁見者遠，聞者彰，至千里絕江河呢一啲都係學習嘅好處。就係邊兩個話？又問多次咯，就係彌補不足同埋極大化個人效能啦。所以只要你答題嗰陣時扣緊君子同常人嘅本性係無意志，只係君子識得點樣借助後天學習，即係善解於物，然後再彈翻嗰兩個好處出嚟，你嘅分數就會穩如泰山啦。不過係呢一度圓月想再同大家深入講解一個位，如果 DSE 直接問君子，例如啦，君子有咩特質啊？或者點樣先可以成為君子啊？呢一類型嘅題目咧，如果要答得足分咧，要識得將呢三段嘅 quote 同埋我哋個主旨萬能 key 串連埋一齊嘅。咁啊，即係特質一啦，君子嘅表現同埋原因，咁所以我哋就可以 quote 翻呢一句啦。君子博學而日三省乎也，則志明而行無過矣。咁呢度希望你可以扣緊翻個主旨個 key 啦，就係透過博學同埋自省咁樣即係學習啦，轉化本性係個必經之路，令你邁向心智澄明、有智慧同埋行為不犯錯嘅君子境界。咁呢個好快幫你溫翻第一段嘅書嘅啫。咁然後特質二啦，就係我哋呢個第二段啦。君子身非異也，善解於物也。呢兩句 quote 一定要幫我背咗佢嘅。呢度都係扣緊翻我哋第二段嘅段子，透過善解於物即係學習啦，可以彌補先天不足啊，極大化個人效能，講到沉氣噶啦，但係其實真係嚟嚟去去都係呢幾個好處嘅啫。
咁究竟呢場嘅轉化本性嘅長期工程喺執行上有咩具體嘅心法呢？係咪聰明就得啦？定係有其他更重要嘅特質啦？咁所以咧就會引申到去我哋即將進入嘅第3段啦。論證翻學習嘅態度，就係必須積累、堅持、專心致志嘅。如果話前2段係講點解要學，即係學習嘅意義啦，同埋學有咩用，即係學習嘅作用啦。咁第3段就係講君子成為君子嘅終極態度啦。我哋一齊睇下荀子點樣用最強烈嘅對比去確立學不可以已嘅呢個核心論點啊！記住下呢一篇嘅主旨就係學不可以已。元月先帶大家行一次呢段，又係必考語譯嘅路啦。呢段嘅文字啦係超級極之對稱嘅，大家讀嘅時候會感受到嗰種正反論證嘅力量啊，好正！荀子先講積累嚟啦吧。積土成山，風雨輕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語譯就係積聚泥土成為高山，咁風雨就會喺嗰度興起；積聚水流成為深淵，蛟龍就會喺嗰度誕生。咁好快講下古仔啦。蛟龍咧係屬於龍族嘅生物嚟嘅，但係比較下位啦，需要長年嘅修行先可以成為真龍噶。真龍可以上天入海，蛟龍咧就淨係潛伏喺水入面嘅啫。但係呢一度蛟龍就係象徵住一種強大嘅精神力量同埋深不可測嘅智慧啊！荀子想表達嘅係，當你嘅學問積累到好似深淵咁深嘅時候，嗰種聖人嘅智慧自然就會好似蛟龍咁產生出嚟啦，唔係刻意追求嘅，而係水到渠成啦。去返正題，我哋繼續語譯返先。積累善行，養成高尚嘅品德，自然就會心智澄明，具備聖人嘅境界啦。咁呢度嘅神明就係解智慧，而聖心就係解聖人嘅思想。咁呢句呢，就係用咗排比嘅。咁排比嘅好處係乜嘢啊？就係增強翻我哋嘅語言氣勢啦，深化個中心思想啦。跟住到呢2句語譯，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語譯就係，所以如果唔積累半步嘅行程，就無法達至千里之遠嘅地方。如果唔匯聚細小嘅水流，就冇辦法形成江河大海。咁呢度有幾個字詞，大家一定要 mark 低嘅，個跬字，跬步個跬。咁其實咧，古時咧話跨出一隻腳咧就叫跬，咁所以其實就即係半步；跨出2隻腳就係步，咁就叫一步啦。咁所以其實跬就即係半步咁解啦。咁無以就即係冇用嚟blah blah嘅辦法，都可以留一留意嘅。跟住大家必背嘅持恆堅持嘅對比啊，期期一躍不能剎步，劣馬10駕功不在寫。咁啊，即係千里馬，即係好嘅馬，天才馬，跳一下都唔可以跳出10步嘅遠啦。劣馬拉車行10日，成功就係在於佢唔放棄。呢度嘅10駕係指馬拉車拉10日嘅路程。不捨就即係不放棄啦，不捨棄啦。呢度亦都係扣緊主旨學不可以已嘅最好證明啦。因為學不可以已，即係學習不可停止，咁所以你就係要堅持啦。之後就係鍥而不捨嘅道理，鍥而捨之，朽木不折；鍥而不捨，金木可留。語譯就係，如果雕刻幾下就放棄，即使係腐朽嘅木頭都折唔斷啊！如果不停咁樣去雕刻落去，即使係金石都可以雕刻成功啦。咁鍥係咪成日都聽到鍥而不捨？但係其實有冇諗過鍥係點解呢？而家就知啦，因為鍥其實係解雕刻咁解嘅。咁捨呢個我哋一定要識噶啦，停止放棄。咁留呢，
同樣係解咗雕刻嘅意思啦。再繼續啦，嚟，我哋先睇咗正面例子蚯蚓嘅呢一句先。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呢一句嘅語譯就係蚯蚓冇鋒利嘅爪牙，亦都冇強壯嘅筋骨，但係可以向上食到泥土，向下飲到地底嘅泉水，就係正正係因為佢心思專一嘅緣故啦。咁其實有啲同學話其實成件事唔係好 make sense 嘅。咁但係其實我哋只要諗下，其實佢都係想嘗試用翻個比喻，就係係啊，佢冇鋒利嘅爪牙，佢天生唔叻，但係佢就係好專注做佢想做嘅嘢啦。咁所以佢就成功啦。重點就係想帶出佢係專心嘅。咁好快再講翻幾個 DSE 必考嘅重點啦。隱，嗱，你聽到個讀音都知佢係咩嚟噶啦，人通蚯蚓個隱，咁就知蚯蚓啦。第二，黃泉嘅呢一個詞語喺呢篇範文入面，佢唔係指人死咗之後去嗰個嘅陰曹地府啊吓，而係指地底深處嘅泉水啦。語譯嗰陣，如果你寫咗死後嘅世界咧，就冇分嘅啦吓。荀子用蚯蚓呢一種先天條件極差嘅生物，去對比翻用心一也，即係心思專一咧嘅巨大力量啦。咁跟住我哋睇一個反面例子啊，睇下荀子點樣去講，螃蟹有幾唔專心啊？原來蟹六貴而宜傲，非蛇鱔之乙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咁即係佢唔專心嘅位咧，就係因為佢有6隻腳啦，然後同埋有2隻大鉗啦，佢天生好叻嘅，但係就係有咁多嘢鉗制住佢啦，令到佢好多嘢可以分心啦，因為好多隻腳啦，好多個鉗可以用啦，令到佢如果冇蛇啊或者鱔嘅洞穴啊，就冇地方可以收藏啦，可以藏身啦，就係因為佢心思浮躁唔專一嘅緣故啦。咁所以我會叫啲同學仔點樣理解咧，就係用蚯蚓咩都冇得幫手，淨係可以專心咁向上爬向下爬嘅啫。咁但係蟹就有好多隻手好多隻腳可以用，咁所以佢就會心思浮躁唔專一啦。好啦，我哋好快嚟翻啲語譯先。六貴入面嘅貴就即係跪低個跪啊嘛，咁樣即係螃蟹嘅腳啦。雖然我哋知道螃蟹有8隻腳啦，但係古人嘅觀察可能有少少唔同嘅，即係呢度係指佢主要行嘅腳啦。咁所以我哋語譯翻個六貴個貴就係腳啦。第二，宜傲，傲咧就係個大鉗啦。咁第三啦，鱔就即係通鱔啦。咁我哋成日都食嗰啲鱔噶啦，好味。第四啦，亦都係最重要嘅躁字。咁呢個字咧係對比翻蚯蚓嘅一，蚯蚓係一，螃蟹係躁。咁呢度嘅躁咧就係解作浮躁啊，心思唔集中咁解嘅。螃蟹雖然先天條件好好，有腳有鉗，但係就係因為唔肯自己鑽窿，心浮氣躁，結果連個住嘅地方都冇啦。咁順住個勢剖析下呢一組嘅對比啊，當你答比喻論證嘅時候，要學識拆解呢一對嘅本體同埋喻體。蚯蚓嘅喻體就係先天條件差但係專心嘅蚯蚓，佢嘅本體就係指資質平庸但係透過專一學習而成功嘅君子啦。咁螃蟹呢一句咧嘅喻體就係先天條件好但係浮躁嘅人，佢嘅本體就係指資質優厚但因心智不專而一無是成嘅平庸之輩啦。咁呢度嘅萬靈歇都係扣緊翻我哋嘅主旨噶啦，就係轉化本性啊，都係呢一啲好處噶啦。咁荀子就想同大家講啦，君子之所以可以達到自命而行無過嘅境界，唔係話出世就有爪牙之利，而係因為佢具備用心一嘅態度啦。咁所以當 DSE 問嚟，作者透過蚯蚓同埋螃蟹嘅對比說明了什麼道理，你就可以運用翻我哋嘅萬靈 key。先第一又嚟咯，語譯先，語譯文言文你點都係語譯先噶啦，語譯翻兩者嘅差異，
再帶出喻體同埋本體，然後再講返對比之事。既然先天不足嘅蚯蚓可以憑專一獲得成果，而先天優厚嘅螃蟹卻因浮躁而失敗，從而論證返學習必須喺我哋嘅段子嘅態度，專心致志，係唔可以三心兩意嘅。咁呢個就係學不可以已嘅具體實踐啦。咁跟住然後你可以再講埋好處嘅。怕失分，你就係要 list 翻啲萬能 key，即係個段意啦，同埋個主旨啦。咁掌握咗呢組對比，你就明白點解荀子咁強調後天嘅努力啦。最後圓月想同大家總結翻第三段論證嘅精華，呢度係 DSE 出題嘅重災區，大家一定要睇翻萬能 key 嗰啲 keywords 嚇。好，首先關於翻積累嘅對比，積土水就係對翻不積跬步少流啦。咁喻體就係正面就係累積泥土成山，積水成淵。咁佢嘅反面就係唔累積半步，唔匯聚少流嘅。咁本體就係正面代表翻累積善行，反面就係代表拒絕零碎嘅知識積累啦。咁所以又去翻我哋嘅萬能 key 啦，就係只要肯積累，好處，人嘅精神心智就可以達到最高嘅境界，具備聖人嘅心性啦。好啦，咁去到辭行咯，堅持咯，琪琪對駑馬啦。良馬跳一下雖然遠，但係就唔及劣馬行10日咁有成果。咁本體咧就係天才啦，對翻個良馬。天才如果唔堅持，最後都係會輸俾持之以恆嘅庸才，即係個駑馬啦。咁萬能 key 係乜嘢啊？就係要不捨，要不放棄。咁呢一度咧都多翻個 key point 嘅。咁亦都係我哋第一段講嘅嘢，就係天資嘅高低咧係唔重要嘅，個本性係唔重要嘅，最緊要你學習，再加埋第三段嘅呢一個態度就係堅持啦。所以就係最緊要你堅持地學習啦，學不可以已。好啦，咁第二個辭行嘅對比咯，就係朽木同埋金石啦。喻體就係半途而廢嘅話，朽木都折唔斷啊。鍥而不捨嘅話咧，金石都可以雕刻成功啊！咁個本體就係學習，如果半途而廢，係啦，半途而廢，咁就會一無所獲。如果鍥而不捨嘅話，你就可以獲到正面嘅成就噶啦。好啦，咁去翻我哋啱啱講過專一嘅對比啦，我哋好快再溫一溫，因為都好常考嘅。好，喻體冇利爪但係專心嘅蚯蚓，咁佢對應嘅本體咧就係唔具備先天優勢，即係冇利爪啦，但係專一學習嘅人係用心一也。咁佢哋就各自對有腳有鉗但係浮躁嘅螃蟹。咁本體就係對具備先天優勢但係唔專注學習嘅人用心操也啦。咁呢度嘅萬能 key 就係個學習態度應該要係咩？要係專注。再講翻第一段嘅段子，本性唔係最重要啦。總括而言啦，第三段就係透過一系列嘅對比比喻，成功構建翻學習嘅方法同埋態度應該係咩話？自己合埋眼諗一諗啦，積累辭行專一啦，咁樣先可以獲得正面嘅成果嘅。各位同學，第三段就完咗啦。你會發現圈學其實係一個君子進化論。第一段好快溫一溫書，學習嘅意義係啲乜嘢話？自己合埋隻眼再諗一諗嘅。就係可以轉化本性啦，令你自明而乜嘢啊，行無過啦。咁然後再攝啲方法啊，就好似要廣播學習啊，每日自省啊咁樣啦。第二段就係善解於物啦，可以幫你彌補先天不足，同埋第二個好處係乜嘢話？極大化個人效能嘅。咁第三段就係講翻學習嘅態度係要積累、辭行專一，學不可以已啊嚇。
咁呢一套嘅萬能 key 咧，由人性本愛嘅起點，一直帶到我哋去到君子嘅完善人格嘅終點。試下考試一問勸學呢一課，就用呢個 key 去做個框架。希望圓月呢條片可以幫大家打通勸學嘅任督二脈，唔單止係精通語義，仲可以喺 DSE 考場上面靈活運用呢啲比喻同埋論證手法嘅，攞到理想嘅成績啦！記住，我哋睇完條片一定要去做翻啲練習，做翻啲 mock 去鞏固翻自己嘅知識，然後睇下明唔明嘅，唔明就可以問翻我哋啦。